維特健靈嘅故事係由一個醫者最純粹嘅信念開始，希望大家能夠更好地守護自己及家人。呢份溫度凝聚成品牌嘅初心，亦都引領住陳希靈博士以中西醫結合嘅智慧，將健康帶到更多人嘅日常生活中。陳希靈博士係一個不平凡嘅家庭長大，從小就喺演藝舞台同醫學間探索自己嘅位置。擁有中西醫雙牌照嘅佢，以醫者仁心為本，立志將健康帶俾大眾。憑住呢份信念，陳希靈博士將維特健靈打造成行業領導企業，讓五色靈芝、盈活雲芝、維生烏絲素等產品品牌走向國際。做醫生又只係得一雙手，我哋睇到嘅人、幫到嘅人都係有限。如果我哋可以透過研發優質嘅保健產品，咁啊做到未病防病、有病防全。我最初做維特健靈嗰時候呢，就發覺咧好多嘢都唔識。就唯有請好多人嚟幫我啦，自己又不停去學，到創業之後10年呢，我就攞咗一個中醫嘅牌，亦都咧係讀咗個中醫嘅藥劑學。我相信呢，只要做好你自己，你永遠都係你自己。陳希靈博士同時具備中西醫雙重專業資格，擁有逾40年行醫經驗。1993年，佢同丈夫謝德富醫生創辦維特健靈集團及五色靈芝。多年嚟，憑藉陳博士嘅決心同領導能力，讓維特健靈逐步成為香港健康產品界嘅領航者。陳希靈博士喺創立維特健靈後，先後喺廣西、鴨脷洲、大埔同珠海建立符合 GMP 標準嘅藥廠，實行一條龍生產，從研發到檢測，每個細節都嚴格把關。多年嚟，陳博士積極分享專業知識，累積咗深厚信譽及影響力。我希望呢，知道每一個人都能夠將健康握喺自己嘅手度。最緊要呢，我覺得咧係有2件事，我哋一定要做得到，要保持到嗰個品質，同埋保持到嗰個誠信。你做到幾多，話俾人聽係做到幾多。只要將最好嘅優質嘅產品係交到俾客人，咁我哋就可以保持到大家對我哋嗰個信任度咯。陳希靈博士早喺創業之初就洞察到中藥現代化嘅趨勢，帶領團隊以科學方法研製現代化中藥，將東西方健康理念融會貫通。2014年，佢同中國科學院合作，喺廣西田林進行試驗，成功培育出5類6種靈芝。近年更將納米及微米技術應用於產品上，為中藥現代化開拓咗新嘅可能。作為一個好嘅品牌領袖咧，一定要以人為本。要關心我哋自己嘅團隊啦，不停咁帶領佢哋，知道佢哋自己係有一個使命嘅。我同啲員工講咧，其實你每一日都要進步啦。今日要好過琴日，今日要叻過琴日，今日要靚過琴日。我哋整個團隊大家都係好開心嘅，同埋佢哋覺得係自己喺度為咗個使命嚟跑緊。陳希靈博士心繫社會，於2008年成立健靈慈善基金，亦舉辦維特健靈慈善單車馬拉松及你我的香港 Our Hong Kong Forum， 推廣健康與快樂理念。疫情期間，佢騰出廠房生產高防護口罩，近年更帶領維特健靈喺內地偏遠地區協助農民種植中草藥，改善當地農民生活。企業咧係社會嘅一部分。至緊要個社會係咪因為你個企業嘅存在而好咗？如果呢個社會係健康咗，我哋係成功，社會亦都係成功。我覺得我哋個企業咧最緊要嘅都係使到呢個社會更加健康。陳博士將醫者仁心嘅理念融入企業管理，積極推動行業發展。佢曾獲頒多項殊榮，創新中國年度企業創新優秀人物、香港傑出工業家獎同安永企業家獎等。佢更帶領維特健靈集團下多個品牌不斷向前，勇奪多項品牌大獎，包括香港名牌、香港卓越名牌、香港名牌10年成就獎。2025年，陳博士憑住信譽、創新、遠見、領導才能及貢獻，獲頒第7屆香港傑出品牌領袖獎。陳希靈博士引領維特健靈集團及五色靈芝勇往直前，追求創新突破。憑藉不懈嘅努力同堅持，將香港品牌嘅精神發揚光大。非常感謝品牌發展局頒呢一個香港傑出品牌領袖獎俾我。呢一個獎係對我哋公司全體嘅一個肯定，將維特健靈呢個品牌帶出香港。希望
大家都能夠做到健康、喜悅、美麗120歲。